花西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，即卖是山野的季节，有一种山野品种下做下细山野，即卖当是采收期。这种山野号称是山野界的 LV， 今年的顶级品外销的介绍，每公斤重啊卖到300块。嘛因为安尼，将做采纳的目标，台东到高农调查头，采收量减少6-7成。 所以农民自力救济，做广告机啊，收5万块，请大家来斗掠产。啊，这警方嘛加强巡逻。虽然落雨，抑过高农坚持伫早起将机啊炒好，顶面写讲，拿到菜仔现收5万块，真眼目。因为有菜仔赶伫因采收前头万山啊。 害因比估计减6-7成的收成，损失惨重。这高农种的是下雪，因阁是山野界 LV， 因为口感真绵，又阁有土山的芳气，会使直接来食，嘛会使做料理。上市是供不应求，今年顶级品的外销介绍，每公斤竟要到300块，所以讲变成这菜仔锁定的目标。这2-3年来，就好像都一直发生，今年好像。 小偷来的比较早一些。虽然知影山野比头晚，不过呢无直接的证据，农友嘛唔敢报警。就算每一暝拢来巡逻，同款比头晚，无奈农友想出一步，伫所有过境的4块链灯插机啊，警示。另外伫面市顶面嘛打出现收的公告。台东的警方知影这个消息了后，嘛到巡逻，要加强保护这个水果，希望讲会使保护农友的财产安全，和这农民会使较安心嘞。